你以為加密貨幣市場已經飽和？有指日本公司，佢嘅實際回報竟然遠超市場預期3倍幾。Atom Holdings 呢個喺區塊鏈遊戲同金融科技領域深耕嘅巨頭，到底隱藏住幾大嘅投資機遇？即刻揭秘！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睇下日本科技公司 Atom Holdings， 股票代碼3662T。佢唔單止有手遊娛樂，仲有生活支援同金融科技業務，市值超過200億日元，業務多元化。最令人興奮嘅係 Atom Holdings 喺投資回報上表現搶眼，佢嘅實際年化回報高達0.51，遠超市場預期嘅0.16，足足係預期嘅3倍有多。呢個表現值得關注。Atom Holdings 唔單止係傳統科技公司，佢更積極擁抱區塊鏈技術，開發並運營區塊鏈遊戲同其他加密貨幣服務。呢個係佢未來增長嘅一個重要引擎。財務方面，公司有良好嘅流動性，速動比率高達3.69，顯示佢有強大嘅短期償債能力。市盈率19.58，市淨率2.24，估值合理，為投資者提供咗穩健基礎。但我哋都要留意，公司過去幾年嘅收入同 EBITDA 增長率都錄得負數，反映咗一定嘅增長挑戰。投資者喺享受潛在回報嘅同時，亦要關注呢啲風險。值得留意嘅係，全球加密貨幣市場持續升溫，以比特幣為例，最新價格已突破11萬美元，以太坊亦突破4000美元。Atom 喺呢個高速增長嘅市場中，有望找住機遇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。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